小天使你好，你来自大学啊，在成功大学工作博士后研究。大清节上啊，大概有国小啊，现在念幼稚园了，念大班了啊，可以说一下你的名字。是去印度省的回来。哦，好，哇，真的。你可练了吧？那就慢慢吃。真的，高兴高兴啊！哇，就更加留恋呢。小天使呢？这小天使来到参加小天使哦，他那好，印度跟中国文化都会啊，好要笑，他这大很惨，他没有参加英文哦。哇，优秀优秀！他那你中文太赢了，中文也会，英文也会，印度话也会，他也会说印度话哦。那你说印度话说一下，不要说印度话。所以的话，大家好。Hello。大家好。Hello 的是要。Hello 就是什么？印度话是我。对啊，印度话 Hello 是大家好呢。印度话大家好是 Hello 呢。对啊。好。是啊，你怎么讲呀？这边的中文小白哦，那不是你们说那个，可能说中文不简单的那。对。哦，你怎么学得这么快啊？学中文所以学得这么快。